大家好，欢迎收听《亚说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丁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过来唱歌啊，好，应该是讲吟诗，较有吟诗，大家讲吟诗。但一开始要讲的讲，我嘛是到最近较知影讲，教会拢有诗班嘛。传统的大家教会拢讲圣歌队啦。哦，圣歌队。诗班是对华语教会开始的。哦。大语的圣歌队有小可有受到日本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叫敬拜团。我最近才知影，其实无共款的。无共啦。敬拜团甲诗班的迄个，甲圣歌队这功能有啥物无共款？我先讲我的感想啦，就是讲，一个时间是有迄个伴奏嘛，大家甲一首歌唱完，结束安尼。一个时间有人在带动唱安尼。敬拜团较常带动唱。这部书，普通咧讲圣歌队吼，咧吟圣诗吼。普通的安排是伫迄个宣扬上帝话伫讲道头前，所以迄个圣诗歌词 melody 是要互大家进入伫迄个宣扬上帝话迄个抗战伫迄个时阵，迄有特别的设计伫迄个时阵。但是敬拜团作者拢伫礼拜头前啊，这时间上无共吼。语言吼，毋是讲无台语的敬拜赞美，但是若比较起来是华语绝对是较济。你甲发现讲咧，你甲 melody 来讲吼，当然什么都好听歹听。那我这款年纪绝对是圣歌队语较好听啦。少年有人来听迄款 melody 啊，我感觉迄个 melody 吼，一直重复啦吼。无像讲迄个圣歌队啊，啥咧吟的歌吼，迄是拢经了佫经了，讲17世纪、16世纪的吼，歌词。今日有唱一个什么1700年的。迄歌词那一代互检验落来，到即阵感觉足好诶。迄张写今日也摕出来，迄有诶伫心内上毋对呢。差不多你看敬拜赞美拢差一步啦。伊若无咧分4部，当然你若讲圣歌队。差不多拢分4部，这是大概无讲是安尼啦。我整理解就是讲，一开始应该是看他圣歌队尔啦。对啦，尾啊更较要较活泼的啦，会带动唱啊。对，阮教会嘛有啦。我是看网络有诶是更较热烈。譬如讲圣歌可能一首唱完，结果就是1分钟2分钟啦。对，敬拜团在唱一久诶，一直溜啦，因为讲一句在直唱我这边唱那边唱安尼，但是迄气氛上较热烈，较热烈啦。但是咱录这节目较无法度用敬拜团的形式，但是咱就是我年纪较大啦，我也是较习惯圣歌队，我。但是若有敬拜团，无事嘛起来唱吧。当然咯，迄当然啦，迄是无问题啦，是讲。对，那我对我的感动来讲，是来讲，我也是传统的圣歌对我的感动较济啦。了解，歌词是有差啦。就咱等下要有诶歌词，已经1000多年啊。咱其实真正就捌唱过几摆啊。第一摆时收音较无好，但是迄阵唱一寡，比如讲马街上爱一条啊，李登辉上爱一条啊，即款的。嘛有介绍迄个小太监。咱今日买个出现小太监，对，那是真要紧的一个人。就是说讲台湾近代上出名迄个交响乐。对，做曲的人。另外咱都甲圣诞节啦嘛，都其实基本上这样听还是真的。就是介绍一寡圣诞歌曲。你看圣诞歌曲拢有作水，melody 拢作水。只是讲。我以前完全毋知影讲有台语的圣诞歌呢，实在是因为跟无出熟悉去教会才知影。但发现讲嘛有台湾人写圣诞歌曲，圣经耶稣对天降临嘛，天气判无出写。对，3、4节咱拄着迄个过活节的时阵，复活节的时阵，有诶歌嘛是为着复活节写诶。那个45节，一般的圣诗。牧师应该拢听过啊，对啊。我是有网络有听到，是讲教有听到，感觉袂歹，这个摕来介绍。就拄啊讲，牧师讲歌词的问题，就是为迄个歌词啊，互你因为是圣经来的嘛，会帮助你迄个记起来，对啊。有诶拄着什么代志时，你得用唱的方法，会回想着迄规大段的圣经。无想讲咱录到第2摆圣诞节，所以咱个唱一摆圣诞歌曲，再发现讲
有影是唱袂煞，那个60摆嘛是有新的，但是迄个资料库实在有够大诶。咱即个唱嘛有一个主题啦，但是毋是特别为着啥物节目来唱啦。我听着袂歹听那个听唱。第一首客住文典奇妙溃烂地保护，这个新圣诗605首。这首是真背后的故事真精彩啊！但是我想讲，我第一个听到是什么所在？对，就是迄个香莲教会举办50周年哦，真好。嘿，中央教会发布台湾国事声明，国事声明，台湾国事声明的迄个纪念会的时阵，就请青年的诗班来唱。我想讲，我真好听，不过知影讲这背景真也丰富，足丰富。这首歌实在要讲起来，听过讲足久诶。但是无说简单讲一下，这是德国人写诶，蒙霍华，潘霍华哈。你也知影人知影讲这是真要紧的人。蒙霍华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是一个圣义会牧师啦吼。神学家参与伫迄个暗杀迄个希特勒的集团。牧师人新人伊也无教那台人技术足歹，无落去就去互希特勒掠去。但是我看出来讲，因迄阵其实有成功甲一个炸弹放伫希特勒边啊，无成功啦，无成功，算已经足近诶啦。伊要去互关起来当然这是一个话题嘛。牧师人参加暗杀集团10条界讲毋通杀死人所以有人就去甲问讲牧师你参加这杀死人计划安尼敢对？就甲吐槽了。问我话讲，你伫路顶咧行，看到一个小人开车死个弄死人，上要紧诶代志毋是受死啦，是跳去车顶将迄个人头壳降昏啦。阻止一个大悲剧发生。伊后来这个伫港学中写诶批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有甲集中起来，是港学中诶批啦狱中事件。但是真出名。伊有一本册叫做伦理学，未写了，是一个真精彩人。我咧互国民党咧压迫诶时我上爱讲蒙霍华，因为我也无咧讲今仔日啦，我咧讲别个代志甲你有啥关系？我也无讲真解释。但是大家得对号入座咧。你家己对号入座我也无度啊。但是伊确实是个真了不起诶人啦，就是讲。我尾也去看伊诶资料，毋那是讲暗杀一段啦，是讲伊有真济迄个新的看法。伊提醒大家毋通袂去这样代志。咱今仔日会诚做一个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用伊诶血买来，用重价买来。我看人讲的整理就讲，伊讲个文典啊，大家规讲人讲文典，但是。我想讲迄个较俗的即款的好啊，这个大概，咱有讲一个讲话就是坐礼拜啦，譬如讲你去教堂坐啊，踮遐听歌啊，你无人去要求讲你需要悔改啊，你得使领伫什么圣餐，敢讲你已经得着救啊，到有什么事工你若方便的去参加，伊讲即款就是廉价的啦，若较贵重就是耶稣伊用伊的血，甲大家续转来，拄着即个。国家这个大代志的时阵，违反公义的时阵，你敢出声，站出来反对啊？因为一句话咧，其实也是我冇讲啊，什么老目睭互你跋倒，要落地个，你宁可目睭挖出来，互你得到救啦。信仰爱到这款的程度啦，对啊，搁一摆敲吹啦，是爱亲手去拍门，去弄门，毋是连手伸出来都毋免啦。真无彩是讲。伊尾也去人掠去时阵，去用吊死嘛。但是过无偌久，然后2-3个礼拜吧，希特勒就自杀了，的德国的投降的对啊，所以就差一寡寡的话都活落来。那个等来讲圣诗啊，这首就是以前关于时写迄个诗啦，翻做台语嘛写得真好。嘿啊，这是真好翻的啊。迄个音乐嘛，写得真好咧。音乐是迄个什么教会慈信德牧师的公主啦，齐怡音写，真有为的青年啦。写这首诗嘛写了，我感觉伊这首诗写了足好诶好。讲是牧师，伊毋是，徐怀恩这个徐维恩，徐维恩，伊是作曲家，就是因为因厝诶有这个关系。爱妈妈嘛读音乐诶。
写了真好呢，写了真好，迄个徐伟文因爸爸起信的今年是总会议长，丢了到位总，丢了到即摆总会议长，我毋知是台湾人写的，台湾人写，我理解是外国写的，我要看咧，我来带一条，来哦。可主阮电机了开力地保护，坚心听候主所安排的路。愿在上帝面日无停地照顾。大家心日子主清澈祝福，真水呢。嘿，其实爱请牧师读一个歌词诶，这是标准版本。我来读第三集，我感觉伊第三集写足下伊诶状况诶。请讲，你所听，互我口碑到满出来，上帝旨意深沉，学得了解。阮要感恩对你圣手来接受，因为深信主会疼痛保佑。伊虽然拄着真歹忍受的状况，伊嘛无法度理解，但是伊有愿感恩就对啊。对啦。但是上尾第四节有一个真美好的未来啊，咱读一下好。回想伫即世间你所属日子，享受灿烂日光喜乐甘甜，常常纪念一生年日无袂记。愿决意全生来拢归属你。一开始应该写德文啦，英文翻了真好，台语嘛翻了真好。对，这翻了这是有够厉害。所以人无是安尼看咧，知影讲迄个敬拜团真差真济，歌词迄个深度啊差真济。但是我感觉基本上袂歹啦，袂歹啦。至少要吟诗学了上帝拢好事啦，是讲像咱来当用更较好的 melody， 更较好的歌词是更较好安尼。好啊，咱来看第二首啊，圣歌本的401，新圣诗401首，愿全灵祝上帝。这我是第一个听的，感觉真好听。尾也发现讲是一个中国人写的，所以讲移民去美国的啦，本来是在中国，所以伊迄个调啊，甲咱一般的有中国味啦，有迄个感觉，嘛真好听。至于讲这歌词一定是无的，是较早是配迄个文字啦，配迄个东调的一个诗人的诗配文字，但是甲迄个基督教无关系啦。对。这故事是讲有一个当加州的一个人那个委托伊讲，你来做一本迄个亚洲人的迄个圣歌诗啦，伊收集得听这首歌真好听，但是无歌词，所以伊就请人去写，伊是用美国一首圣诗，叫做 May the Lord Gracious God，咱即摆看了这个台语的迄个歌名差不多啦，就是讲愿全灵的主上帝。这写这个词的人，伊就是拄仔讲迄个，伊人家去收集，伊找到这首，但是无歌词，尾来就家己写，差不多是安尼出现的啦。不，我是感觉李宝成，咱小可爱甲了解者。李宝成吼，伊当然伊是哥伦比亚音乐博士啦吼。伫迄个年代，伊迄个回个年代，算足少。即摆音乐博士嘛是一堆啊吼，较早迄足少。伊个教育过程甲长老教会足大关系啦。伊1916年是伫长老教会小学读册，伫中国诶吧？中国。1919年是长老教会中学读册，拢甲长老教会有关系。然后伊到美国读册是读音乐博士了后，伫耶鲁吼，伫遐教中文。伊个迄个课本吼。到今仔日，遐教中文人啦，抑佫用伊编的课本内容。李宝成，我是感觉一项较趣味吼。伊写的歌吼，大家其实相识的吼，都是毋是基督徒，我知影伊写过一条歌。迄条歌吼，词一下，曲嘛一下，就是你侬我侬。安尼吼。迄条就一下。我无查到这个主题。一下你侬我侬。伊写遮尔啊。算流行的歌嘛？不过我捌想咧，
连看那有人遮厉害，会当写甲你侬我侬特色青岛，当然人用这款字，我觉得奇怪，后来我才知李宝成写。我是朴树的这个赞助的对，朴树的赞助嘞，个早期的，个早期的，这曲真好听啦，真中国味啦。我先说讲者吼，伊最后是伫台湾过身的呢。安尼哦，伊伫台湾过身，1979年，反正就是讲到尾啊，伊嘛是倒来台湾教册。三国去美国按两边走来走去，算一个前辈啦，经过迄个时代迄个变化。过先读一下，这对嘿。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赐平安完全平安，坚心勇敢度万难。夜目仰望主的面，享受恩典永无尽。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愿全能主上帝。保守祝福永无退，赐平安完全平安，坚心勇敢度万难，仰望主的面，恩典永无尽。全能主上帝，保守祝福永无退。其实，伊个本来是迄个钢琴啊，算我无人唱迄钢琴嘛，真水的。这大家去网络找看卖啊。过来第三首啊，或者是圣诗的409首。是。或者施恩的主永远听人。这歌词嘛足水。但是先讲这萧太人啊，对，李宝珍是真出名迄个，做曲的嘛。对，做起来，台湾出身的就是萧太人。对，这嘛是有，算讲真有地位啦。对，咱正常要介绍过，个简单讲者就是，伊是中央教会出来的。对。但是因为一寡问题去美国，是说拄着迄个的白色恐怖算于乌命大内底。其实像做音乐的呢，拄着乌命大，但以前无咧管这啦，可能就是写什么歌词问题啊，啥喏。迄个美国过了无偌好，佮去什么 shopping mall 购店嘛，有一天迄个 shopping mall 迄个 piano 就踮遐弹迄个 piano，有人听来讲，你这个弹来坐人家，伊在听来讲，其实伊应该去追求伊个音乐的迄个学问啊，遮弹佮去读册嘛，摕了奖基本上尾赞助佮变较悬啦。帮台湾写过真济要紧的歌，对了，譬如讲1947台湾交响曲，尾后得到迄个金曲奖嘛，得到国家文艺奖啦，对了，所以继续我拄过伊啊，安尼哦，人家客气，我看访问拢讲话拢真慢。我一开伫淡水讲倒落来，伊就随来甲我熟悉摕伊的迄个 CD 送我。慢慢看阮木顺牛机会了送伊一袋，说阮厝共一个都2袋。伊出门拢有炸 CD， 拢有咧炸 CD。更有签名吧？无咧，我无叫签名，爱叫签名就对。这无机会啊，因为要走啊，系啊。这首咱会唱2个版本。因为第一个版本是原本的版本，Ambrose，伊妈妈真爱，伊要甲小太阳讲这是伊上爱的圣诗，小太阳佮甲写做另外一个版本。Ambrose 伫圣诗历史中顶头是足要紧的一个人，因为 Ambrose 是这写歌词的人，伊是主后340年。对。这我久340到397， 1700年前的人，还是意大利的一个主角，伊本来是做官的啦，做官啦，刚刚是讲伊做人真正直啦，伊个教区的主教突然过身，找个人，杀出来，群众讲无来做，伊就去经过遐仪式啊，现在变做是主教，伊对圣诗的影响真大，伊认定啦，就讲。圣诗会使坚定你的信用，对，而且好的歌词啥会使对抗
异端。对，伊迄个时阵是咧，迄个拍遐讲耶稣单单是人，毋是上帝。迄个看法的人啦。哦。主流的看法是耶稣是人，耶稣嘛是神啦。了解。伊是咧对抗迄款讲耶稣单单是人啊，伊无神性，伊咧对抗迄款人。看主要伊是真大胆的人呢。伊迄阵是反抗者的异端啊，而且一个影响着罗马，尾也是甲一寡像这有诶无诶神庙的财产拢甲收入来。这有影改变基督教的历史。这首圣诗伊写呀，所以翻做台语了，伊诶歌词嘛真好啦。真好，这个歌词写得足好。请牧师先读一下好啊。时温的主永远疼人，亲像活水长流。你是光明灿烂的主，那早起的日头。世间未迄云雾为我，求你一针拍散。心内黑暗前途无明，愿主真光引带。对啊，咱来读第3节好啊。第3节，早起的风吹来吹去，就叹息来做工。黄昏暗雾虽然大近，犹原着放望。日子主神来看耶稣，哪明上帝款式。求主互我心神换心，才会甲主亲密。就是爱认真拍拼做工课，但是耶稣甲上帝随时拢甲你做伙啦。虽然讲拄着迄个无啥确定啊，忧郁的时阵啊，失志的时阵啊，拢都爱会记得讲是阮的主永远疼人啦。那早起的日头的，甲这云雾拢甲照甲拢无去啦。那先唱迄个原本的版本啦。是阮的主永远疼人，亲像活水长流。你是光明灿烂的主，那早起的日头。世间未有云雾为我，求你真拍散。心内黑暗前途无明，愿主真光引带。咱来唱迄个小太人的版本，差足侪哦，差足侪，差足侪。但是我感觉伊的版本较温柔呢，拄啊，这个原本的版本较迄个较正式啦，迄感觉，较学院派的感觉迄个小太人写了伤抒情的啦，较有迄个疼人的感觉。是阮的主永远疼人，亲像活水长流。你是光明灿烂的主，那早起的日头。世间别云雾为我，求你真拍散。心内前途无明，愿主真光引带。是啊，讲到小太人啊，因为咱进入到6月28了，咱来唱一首，可能独派这边拢捌听过，就是台湾翠青。我参加台湾教授协会时，阮逐摆若要开会头前，大家拢爱徛开唱国歌，对，唱这条。但是用台语唱吗？用台语唱。哦，安尼哦。这条阮甲当作国歌。因为有真侪种版本嘛，有阿美族的啊，有客语、华语、英语的。但一开始是台语啦，台语写属的是郑儿玉。第几个牧师啦？这牧师应该。足熟诶，真熟吧？佮伫咧吧？无伫咧啊，无伫咧哦。伊是长老教会一个牧师嘛。本来伊就真好写诗，嘛捌出过迄个诗集啦。对，伊受圣诗诶
文句影响真大，因为这款台语拢写甲真文雅，这款伊受这款气氛的影响真大。迄阵写这首有参加过迄个国际诗作比赛，嘛得着奖。是小太阳本来是该放在伊的交响乐内底，后壁一段，尾仔的像牧师讲的，像迄个教授协会这款的，较独派啊，较追求台湾自决的，这协会啊是讲一寡活动拢会提出来唱，伊歌词本来就写得真水的，感觉，咱请牧师先读好。我还未读的时，我先补充大家一项代志吼。这个电子乐牧师吼，伊伫日本读大学，有一摆要登来台湾坐船，登来台湾伫船顶吼，拄了一个医生叫做杨东杰。这杨东杰若是讲对伫美国的迄个大读书内面绝对爱摕到这个人。杨东杰是迄个几啊代长了教会友，杨东杰就伫船顶教这个电子乐牧师教白话字，教会罗马字。所以伊尾啊，电子乐也要白话字，尾啊伊嘛推崇白话字，甚至影响到今仔日台湾罗马字协会。台湾罗马字协会是伫台湾台语运动中间一个足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讲一开始郑和玉这地牧师可能佫无遐尼，也未晓写白话字，也是讲无遐尼专心地实行这个白话字。伊是伫咧大学，是咧读册是去拄到杨东杰改教。咱来读歌词好。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翠青。早前互外邦统治，建国打得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氏族群平等三协助，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国民向前贡献才能。第九个公报尾啊，佫另外一段的歌词啦，佫甲加落啦，就是讲伊地牧师写的，佫较适合咱。教会的头前都差不多就一般人啦，即嘛尾个加入这个教会气味啊。就做圣诗来唱嘛，嘛较适当啦。最源头上帝创造，美丽岛台湾最好，想事互祖先徛起，建国打上帝立理，主基督国家的君王，理想邦目标的寄望，咱要建设仁爱公义，祖国满地亲像地天。这都讲到耶稣啊，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水青。早前互外邦统治，建国打得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氏族群平等三协助，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国民向前贡献才能。咱唱第五首啊，这首的歌名或者注是我的牧者，伊是马太福音甲以赛亚书甲做伙，袂歹。以赛亚书内底是讲因为迷路啦，大家爱凊彩乱行，马太福音是讲100只羊失去一只啦，嘛伊甲找倒来就对了，找倒来真欢喜，但无声啊，咱捌讲过啦，对，咱捌讲过，但是这个猫啊是无，毋是木，所以是但无声，无，伊是新竹人，咱捌讲过几啊摆啊，简单讲就是伊本来毋是读音乐的，但是听着管风琴就真爱，尾仔去出国去读，尾仔变成是台湾。但是人伊诶音乐老师啦，做过迄主任足久诶，真认真的实行迄个管风琴啦。对，伊尾仔甲伊太太是美国人嘛，搬到去美国，踮遐嘛，佮收集一寡好诶圣乐，用继续要寄到台湾啦，甲反正是台语，带倒互大家唱。
所以这首歌就是安尼来。咱先读歌词好啊。主是我的牧者，我是羊啊。主做我的保护，绵日照顾。伊知影我一切的苦楚。主是我的牧者，我是羊啊。咱拢亲像羊，行袂路，逐人要行家己的路。主做好牧者，顾咱朝政，放杀性命，带咱倒转。主是我的牧者，我是羊啊。主做我的保护，绵日照顾。伊知影我一切苦楚，主是我的牧者，我是羊啊。咱拢亲像羊行袂路，逐人要行家己的路。主做好牧者，顾咱朝政，放杀性命，带咱倒转。放杀性命，带咱倒转。今日想要一首啊，咱来介绍《我心俄勒上帝》这个圣诗第18首。特别要选这条的原因嘛，是我有一天看到教会广播，有人写讲我真趣味。伊会写讲啊，真侪基督徒到尾啊，就拢爱听讲道尔。对，逐礼拜去听讲道啊，到死的时阵，要大进前无事过来讲道。所以伊讲啊，其实外口这一切拢是上帝的创造世界的对。所以这首伊讲我心俄勒上帝啊，伊来底歌词就是讲着讲，毋管看这啥物件，你拢会想要俄勒上帝。本来这个写歌词的人啊，是一个美国人，或者巴布科克 （Babcock），伊是住伫差不多对美国有五大湖区嘛，对，以前迄个所在生出生的啦，所以伊定来看咧真快迄个水啊，真水啊！伊就想讲啊，这拢是天边世界。伊这英文本来写讲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这是我老爸所的世界。你讲这拢是当属地上帝对，所以迄开阔迄个境地啊，会心内一直会记伫啦。所以若是咧讲道的时阵，伊会想着上帝，伊咧外口时嘛想着上帝。真有名的牧师哦，伊特别是伫迄个约翰霍普金斯，附近长老教会，真侪医生拢爱听伊讲道，伊嘛捌为着迄个犹太迄个难民，无款，就算讲那是关于咧教会的牧师啦，咱咧唱一首的时阵，嘛会使想到这样代志的，对，就是世间真侪拢有迄个上帝智慧甲奥妙啦。等下读歌词就知影。我心俄勒上帝，自然因我的爸，天地万有三甲印证，俄勒以大尊名。树木参远水泉，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阳光真爱公义照彰。你话连这歌词写真好哦。这较早的人，穹苍大海高山，这我个毋捌看过。强冲大海关山，第二段嘛读一下。我心俄勒上帝，世间正人的爸，空中飞鸟吟诗出声，俄勒以大尊名。溪水草埔青翠，芳花果子结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以大仁爱。这句嘛真好。日光照来，凉风吹来，嘛想到上帝的仁爱。对，咱规个上尾一句啊读了好。我心俄勒上帝，天下本对一家，虽然歹代暂时将行，公义稳当得胜。圣国临到地上，哪准伫天一样？天下到尾合做一家，阳光归伫上帝。这真好押韵嘞，这无简单哦。
啊嘛，本来迄个歌曲嘛真好听啦。咱来唱吧。我心乐兄弟，主人愿我的背，天地万物三个音响，俄勒一大尊名。秋梦山水转，穹苍大海关山，下面一大关灵眼光，仁爱公益交成。这个唱6首。音6首，上尾要讲啥的，就是迄个单无声啊。是。伊要讲过一句话，这毋知牧师有认同无？伊本来是读土木的，啊，或者读音乐，还有一个迄个教指挥的老师，老师或者林仁阳，这牧师敢知？我知。伊是阮牧师娘的，嘛是阮牧师娘的老师啊。安尼，原来是真有。伊来做台湾新人，伊做过客座教授啦。因迄班硕士班有3个，中间一个就是我牧师娘，一个是中历事件邱义斌的太太，可能恁这较毋知影。因3个人有一摆就飞去树林夜市洗鸡啦，寒天啦嘛，像即摆咧寒天气，看人有咧卖。大衫，就是乌白的大衣，钱啊偌济，我1,500，伊摕个4,000块，讲拄好，3个人讲，讲这500啦，多6个老师买钱啊，迄个大衫，伊欢喜个，我本来去食宵夜，结果学生趁一大衫，叫阮牧师娘甲教台语，牧师娘问我。你等下做客做啊，无偌久你学台语要创啥？伊讲我学台语啊，学台语人买物件用台语讲较俗啊。会使杀价了对啊。我当下欺负我这人，你知道呢？4年夜市一直拢有这个名声。原来迄个时代4年夜市的真兴了对啊。对啊，迄个时阵比这种较兴啊，即马4年夜市啊，用名啊要臭到屁。对，大概夜市个季节都无人爱去。对啊，但是这个林仁阳伊捌讲过，就是这是单无声写的啦。就是讲，林仁阳过身了后，有写一纪念的文章啦。伊就讲，这林大师啊，一定甲伊学生讲，不是会讲，就这世界，这世间呢，无歹的诗班，只有歹的机会尔。意思是讲，不管什么人，一个好的机会咧，再甲传下去啦。阮太太嘛，迄款观念可能受影响。干嘛呢？所以我是刚刚即嘛，什么时班就是爱找一个好的机会咧。所以机会真的要紧啦。就要紧。伊讲，譬如讲声较走较出来的人，你叫伊较细声咧，其他人较大声咧，你得当超过一个相对较好的所在。因为有当时咧，阮去看迄个音乐会啊，看机会，淡薄比较较认真啊，大家拢无甲看。但应该是在训练的时阵是上要紧。对啦，训练的时啊，伊会甲这像拄无师讲，甲声拢甲调整过，调整好势啦。对啊，这嘛是互即嘛在做迄个诗班的迄个机会一个压力啦，较拍拼。迄个诗班啊，高唱诶，规个迄个气氛都无共款。对啦，对啊。好啊，上尾咱来读金句。今日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着谨慎，毋通为着要互人看，才故意伫人的面前展恁的敬虔。安尼做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我搁读一摆，马太第6章第1节，着谨慎，毋通为着要互人看，才故意伫人的面前展恁的敬虔。安尼做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